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简介。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几日你敢有注意到，国民法官开始在起行，40-50件开始要审判。那么断案敢是法律司法的专科才通判？公道善良，难道毋是人人心内拢有迄一粒？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国民法官。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台日刑事法研究協會理事長林如順林老師。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咁第二位是咱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嘛是律師林宏文林律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咁第三位是國民法官案件的關審的律師張金倫張律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和觀眾朋友先來了解一下。到底國民法官這件案件已經開始的頭一件，這是在新北市有一件台翁某這個台翁的這個案件，那麼變成了頭一件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經過了3天的審理了後，合議庭認定台翁的負責人雖然有自首，但是無完全符合會當減刑的條件，落尾判伊7年2個月。有國民法官表示，驚家己法律知識無夠，而且開庭的資料是足多，需要了解真濟困難，才有通去理解。袂敢咧登記，互人家暴死鬼的負責人，去年11月趁紅菜佇困，甲人刣死。這件殺人案，新北地院法院加入國民法官開庭審理，而伊判決死鬼的負責人有期徒刑7年2個月。站在同理心，給了我們這個判決，我想這是他可能真正需要接受到的正義判決。但是，因為我們年紀都很大了，這麼長時間的服刑下，除了身心煎熬，身體也不知道會不會照顧得很好，我們都很擔心，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見面的機會。犯下殺人同罪上關鍵的量刑問題，是毋是會當減刑？檢辯真濟解攻防，到尾合議庭認定死鬼的負責人敢若符合自首要件減刑。毋過，規件案件是全台灣頭一件國民法官參審，對審檢辯甲國民法官攏是新的挑戰，為審理到宣判特別互人關心。他們有時候在用字遣詞不會這麼的精準，但實際上他們要掌握問的內容跟方向都很貼切。好，那有些可能就是他們的想法角度會跟我們不一樣，所以他們思考的點有些是我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問問題的時候，你會先準備好要問什麼問題啊？只是就是他回答之後，你準備好下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心裡有空白，你就是哇，突然不知道問什麼了，對啊，然後就可能就比較問得莫名其妙一點。有國民法官講，開庭審理的時陣加減會緊張，都驚法學知識不足。原來有人提起法庭有真濟資訊，敢若理解都真了精神。即馬新濟上路，高等法院累積超過40件牽涉到殺人加啉酒洗車致死的案件，會由國民法官加職業法官做伙合審合判。因為採密集審理並短時間宣判，嘛考驗審檢辯加國民法官的耐心甲耐力。記者綜合報道。頭先咱看到這個新聞台內面吼。也有即個國民法官家己的意見，嘛有即個審判長吼佇遐講話。那麼內面其實有真濟通好討論哦。我首先來請教到咱林律師吼嘛，林律師長吼因為你嘛出身日本的即個法律系統吼，咱國即擺即個國民法官吼，咱攏講有淡薄仔甲日本相像吼。是。那麼首先有人就講這國民法官吼，就都無法律知識呢。這安怎要審判？毋就敢若咱咧這公司行號內面吼，咧茶水間地水經台咧講這個好死，這個好安怎？敢是這個意思？國民法官敢是這個意思？也許甲日本的這個參審者是有啥物無共款？我甲大家報告吼，我想大先要甲大家恭喜吼。你大家想看覓，咱大家會當選總統，會當選立委吼。現在這個時間，咱對司法總無法度會當發現。吼，這件呢有透過這個案件的審理啊，對台灣本土的公平正義，講這個案件到底真相是安怎？我感覺是足好一個機會，咱會當
会当表达安尼这观点嘛袂歹，选总统人人有机会，做法官嘛人人有机会。对啊。安尼国民法官吼第一条就讲这代志啊，伊是要参考日本吼，按迄个有这国民法官的制度，伊主要理由嘛是咧讲，会当反映按国民的感情，吼，然后会当表达安尼国民的主权，嘛会使吼会当安尼提升大家参加，大家欢喜来，大家甘愿判，大家看清楚听有，判出来大家共同负责啊。伊是爱选入来的代表，伊代表安尼看法，安尼发的感情。我感觉这是一个头讲的，真正是咱一个小小一步，毋过是咱的国民主权的这一段。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案件。对。吼，对。那么，这我要请教到这个咱林律师吼，就是讲，虽然你无到庭内面去听吼，但是有的人就讲啊，那会甲判较大。破较重啦吼，像头仔即个家属也讲，我这7年2个月吼，年岁也大，毋知入去了有减刑了，但事实上佫有2审呢，吼，即我要问的就是讲，2审其实是无国民法官现主席，那么即个1审的即国民法官的即判例甲看法，是毋是移去到2审，还是讲夫妇会佫定来？咱即马基本上的国民法官法内底有规定讲，咱第2审，咱原则上是尊重第1审国民法官的判决，因为咱讲，咱这1审已经用国民法官由大家人民亲自来参与司法。如果在2审的时阵，咱拢完全无用人民头前拢付掉，我想安尼无符合咱国民法官一个精神。所以目前是讲，当然恁2审嘛，佫无案件，是讲尊重1审的判决，除非讲。1审的判决足严重的违法，吼，也是讲，比如讲，这个人本来就袂使参与做法官，咱就做法官，也是讲，这个人伊做法官，但是伊反正去收着人的钱，所以判较重也是判轻，除非有这足明显的违法，无咱原则上拢尊重，因为咱既然咱1审或者係咱国民找来，咱就尊重因在第1审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所以原则上2审。基本上是尊重袂改。林律师，你讲尊重的意思是讲会当摕起来做参考，还是讲若无即个适用法条的问题，量刑相当的问题，一般来讲会继续来使用吗？就是讲，咱原则上是以第1审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讲无完全的违法，还是讲咱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这审判员。选用无讲违法，原则上拢是做一个尊重。当然，目前来讲，咱甲第1审即嘛有一个判决出来嘛。即嘛2审了后，可能下要安怎去做尊重，即可能咱要搁做长时间来做一个观察，看讲到底2审即嘛会啊做安怎一个尊重的处理。是，所以我要请教着张律师吼，你是3位内面有到庭去看吼？你会当甲咱描述讲，咱即摆咱看到的国民法官，你家己的意见，你感觉因的表现如何？因为国民法官伫法庭内面哦是问题，无讲法律的见解吼，无讲见解无讲见解，所以讲假使讲你因只是问题，这个代志来讲哦，是等于水准以上啦。有水准哦，有水准的嘿。那讲那个评议哈，因为是在内面房间内面啊，我都无看到啦。好，所以咱来甲观众朋友来理解就是讲，国民法官其实是出庭的时阵有问题，但是内面还有评议，吼，甲即个法官甲大家参做3较做伙，吼，来讲，我的意见是安怎，我认为安怎，这恁都无听到嘛，吼。整个过程人讲。有人讲这刑度判得真重呢，7年2个月，咱要平过去有某物案件，拢3年啊领。你认为这是倒一方面的主张，还是讲这其实甲国民法官无对待？其实因为这个评议应该是秘密的，秘密的嘿，所以讲我真正唔知是虾米原因，也毋过。一般来讲对，国民法官的这个制度排列我这个就直接
使用这个制度的那个日本跟台湾的经验是很像的，就是他会比较判得比较重，就会判得比一般的职业法官他来的较重，那原因是安怎呢？其实无人做实证研究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国民法官所判的，一般比专业的法官可能会刑度会判较大。对，判较大。这是有过去的这个例了对啊。就我来请教着日本刑事法的这个专家，你敢是有这个例，还是讲有这个现象存在？一般看迄个大数据好，可能迄个一般案件有这情况，有这个趋势。对。不过你也看迄个杀人案件其实因日本的杀人案件，嘛有判迄个缓刑的嘛有啊。对，所以伊迄敢会真正判啊重，我嘛爱看个案啦。他主持人有通问到讲二审会当甲一审这7年2个月推翻的，甲推翻的。我的看法有一点安尼思考看卖是，因为他这制度第一点头讲的，这是你即摆有这国民法官是请人民来判，是国民主权啦，我是代表人民的法律的感情啊。你即摆你法官职业法官，你含国民法官唱反调，我看你压力就大，这第一点。这有影呢第二点我感觉即摆制度的设计阮的专业用语叫事后审，事后审，事后审，伊意思是讲啥呢？你袂当去看证据啊！你谈看，其实我这案件我嘛去观摩啦，因为我做研究的关系，我有个月嘛要带团去日本做交流，我有注意到就是说，即马这国民法官的制度，伊互你看，先含选民，含咱媒体的报道，媒体审判无共款，伊互你看上真的。上完数的第一手的资料，互你看，所以伊这，阮的看法讲，你看那个问证人，证人因咧，阮讲交互诘问，会当看对方的表情，伊的用词，还讲伊的情绪反应。我伫现场看的，你二审的法官，你无现场看证人安怎讲话，证据安怎调查，你讲要改迄是无啥可能的。所以他讲你讲安尼司法院院长许宗力许大院长，伊讲原则上尊重，这是制度的问题啦，唔是讲伊要干涉一心。这尊重是这个意思。对，因为我头讲的，第一个是对人民的代表，国民主权的尊重；第二个是技术上、程序上，因为我二审的法官，我无像一审我无看到一审对啊，我是因是眼见为凭啦。因是亲身体验，咧调查证据的过程当中，伊是直接去感受，证人是安怎讲，伊的情绪是安怎，伊的反应是安怎。敢有可能二审的时候，我过来走一摆，过来行一摆？袂使，即摆就是这制度是安尼。甚至你也看，其他美国国家，也是因咧陪审的所在，因连也无重大的违审今次你上诉个比赛啊，所以驳回去啊，你个无这条件当去提上诉，对。所以这其实国民法官这个制度对咱来讲意义真重大哦。对，这判落去就判落去啊。这对咱人民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啊。这咱好好使用，咱抽到咱，即马我请教着林律师即马开始有40-50件要一直要开始啊但有的人会抽到有坏的呢。是。那有的人讲，我若甲这个罪犯伊是用这个较通俗的用语啊，我甲迄罪犯相对象，若令人伊若出狱了，看到我毋是来报复，会报复啊，会来惊呢。那这种思想，这种考虑，咱要安怎甲说服讲无咯？这是咱国民的主权，咱安怎？要安怎想？目前我所了解，包括讲去年我在福伦社，咱有做这个国民法官一个法律教育真侪只社友也是讲，咱这个成年人讲，真侪人紧张讲，我就是唔捌法律，你即摆用抽着我去，我判一个人生死压力真大。包括拄则主持人讲，我万一判这个人安那，伊出来伊会找我算小要安那。所以真侪人会认为讲，伊会抗拒讲，我无要去，还是讲甚至有的问讲，会使安那会使卖去。
吼。但是我是一般来讲哦，就甲拄则林老师咧讲哦，这个国民法官就是讲，让咱人民家己主动来参与这个司法，这是较早咱所无的。咱难得啊，咱司法权摕来家己手头，咱袂使轻易去放弃嘛。尤其讲，今仔如果咱即摆有正义感的人，是讲咱家己主张的人，咱也无去做的时阵，拢塞互别人，啊，结果大家说来说去，骂人空量。对啊，你咱骂人空量啊，到底咱实际上学你机会啊，咱咪是空量无？咱起来，咱好啊，判咱好啊，听咱好啊来，啊，这案件查清楚，哦，这个人有做的。该当要安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刑期，咱来主张这个台湾的一个社会正义，有这个较好的机会，咱要放弃，我认为是真无彩啦。啊，如果讲每一个人这个想法，有一个反效果，就是讲，真会惊的哦。包括讲即届，敢若讲我所看媒体报道讲，真侪人用抽掉的时阵，吼，伊是无去报道的。好，吼，咱即马看呢吼。照你讲无正当，你有歧视的罚款吼，但是我所了解是讲，目前敢若讲。可能正开始卖啦吼，但是较网开一面啦吼。但是目前所听是讲，即届吼有抽到叫因来的报道率有比以前这模拟的人搁较济，吼有较济只，表示讲这年来，大家嘛有想讲要来做参与嘛。伊既然你来，就表示我有一个心理准备，讲万一抽到我要来做好啊做这法官嘛。啊，当然今仔一个有的讲你也厝的讲有影不得去，也是讲你有其他的。原因无法度来，啊，这可能咱在目前的国民法官嘛规定讲，你有啥物状况，你会使要做也好，也毋做也好，你会使用这个理由来做一个拒绝。啊，但是原则上，阮拢是鼓励讲，咱也家己的权利，掠在咱家己的手中。有人就想讲无咯，咱台湾哦，2300万、2400万，人安尼直接甲真频繁哦。你甲我无熟悉，但是可能你的啥物人有熟悉我，啊，都安尼翻来翻去吼，到时阵吼，毋知安怎。但有的人是确确实实会安尼想啦吼。但是我感觉这是社会变迁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吼，啊，咱爱较健康来看待啊。咱来转来到这个法庭吼，要来请教段律师吼，你伫法庭所看，这个攻防之间吼，有的人就讲，这辩护律师那会较正呢，吼。较无啊，这个较熬啦吼。啊，但是我咧想讲，咱也无去现场，咱哪会知影讲啊？伊伫其他的事情的准备，尤其一项，就是讲，若要使用讲会当基情可悯呐，讲吼，那连悯伊吼，迄是第几条？咱宪法第几条？59条吼。那会无用59条，敢若讲一下尔，你上无应该请这个专家证人吼来到现场嘛？啊，讲到哦，敢若咧播电影共款吼，咱拢看到电影内面拢有迄个专家证人吼，啊嘛有迄个美国的这个法庭内面吼，尤其差不多旧年吼，迄一个大明星甲因某吼，咧因咧争车吼，啊咧离言的时阵，哦咧讲。那也是无想到，无咱料想的遐精彩，啊，这是什么回事？其实，顶嘛改国民法官以后，法庭的攻防啊，已经是很精彩了啊。我顶解哦，就到顶礼拜是伫新北，然后顶礼拜伫台北，我感觉是讲，比起以往啊，哈，真的是激烈很多哦，而且双方都有异议啊，然后那个马上就有裁定啊。这个都是我国内过去这个审判的时候很少出现的哦。事实上，我觉得是很兴奋的哦，所以有进步了，有进步，就是伊有意见，啊，我有意见吼，马上有裁判。而且他们是按照规则来的，不是说我胡乱异议哦，不是欧北来。所以说，他那个异议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你什么时候要异，什么时候可以异议，然后是什么理由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法律来这个追准来讲哈，东西就很显见的，嘿，是。所以，咱无去到现场，咱就跟他讲啊，这咱哪会这招呼人，咱这可怜着，啊，你哪会无去找什么专家呢？咱实际上袂使安尼想。其实啊，这是制度的问题啦，因为阮打日本啊移植过来啊，日本某些专家证人的专家进行的一些制度啊。所以讲台湾就讲啊，那我要用还是无要用，哦，都参详这久啊，
哦，那其实这是制度的漏洞哦，那真的是要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哇，伊佫讲到日本啊，啊，这到底专家证人这项是会使也袂使？我要补充一下吼，我感觉嘛袂当苛责咱即马，头仔主席讲啊，咱这第一件吼，嘿，啊一回生二回熟啦。吼，我感觉真正安怎初上路吼，大家真正无习惯。吼，我感觉这吼可以体会啦吼。啊，毋过我较严重的问题，这伊制度问题，我较按那个科路的。我定下讲哦，咱即摆司法哦，虽然刚上路，啊，毋过咱这司法进目前啦，刑事的审判哦，一国两制啦。啊，安怎讲？像他讲的，咱即马进目前这个制度啊，你也起诉了啊，你的规个证据啊，总爱摕予法官，法官家己辩，家己看，家己看，家己判。啊，毋过即马这新的制度啊，袂使，法官袂当先看，袂当先看。你要予法官看，国民法官看的证据啊，一定是离法庭调查过，伊开当看，开当接受。啊，所以这有啥问题？就他讲的是，对于咱这新上路的制度无太熟。啊，毋过你也想，我今天白天，今天礼拜一，我来审国民法官的案件，啊，我下个礼拜一去审传统案件，我要怎处理？我感觉这是我感觉我看对法官是较挑战哦。而且我感觉审简便，哎，讲进的整个运作，其他看他讲即马哦，他詹律师讲的，已经有进步，啊，毋过感觉是迄进步，迄幅度无介大，我来看哦，迄真正有一个物件给拔掉啦，K 啦，因为我到时我对一般今仔情况嘛是新的，啊后日是旧的安尼。你今仔这新的制度，用统计啊，一年超300件，一件300件尔。嘛无够多啊。嘿，啊你感觉即摆传统迄种审判几万件呢？几万件呢吼，20万件有，吼啊，所以这是真正啊，要安怎去调试吼？这两个一国两制的问题哦，我感觉这是按制度上，还是阮迄个负责的人呢，爱想这个问题啊。理事长，咱甲观众朋友小过来整理一下吼，这个一国两制吼，就是讲一个叫做事后审，吼，一个是叫做事后审嘛，吼。事后审是迄个上诉救济。上诉救济。这是咧讲，检察官起诉，迄个管，你迄个侦查中的管，敢爱含起诉书，卷宗吼，做伙互法官。这是无是共款，这无共款吼。一个是法官会当先看，对。啊，一个是开庭的时阵，才演好了，交餐厅来看咧。啊，像他张律师讲的啊，你即马为法官还是讲迄个国民法官会当知影你的证据内容的，可是我法庭我问这证人，还是我摕出来你看的物件，所以我拍拼较拍拼呀，爱较热烈呀。所以你看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演啊，对啊。爱拿出120分的力量去主张啊！无干那这个机会啊！这机会尔，好像咱讲的，按进这个，你看这样的台杀人案件3天审完呢，以前靠一个案件3天，这杀人案件3天审完。就是讲啊，真拼的吼。啊，所以他们要把握机会。我在这个你看虽然讲3天哦，你看你法定的时间算无8点钟啦，加前后加食便当，这个食便当有诶无诶？你也想，我也无利用这个机会去甲你说服，甲这国民法官说服，啊，你也相信我，我证据是真的，我讲的是对的。你想，效果袂出来啊？哦，这想起来律师费嘛提悬咯，哦，应该是安尼。我看这是上大问题啦。啊，但是这无法度，咱已经开骹行，咱敢有通讲马上完全面拢变做国民法官制？这真正头讲的，各国相共啊，美国、日本、德国相共，即摆用这你也人民参审，这成本真重啊。啊，所以是安看你也看，即摆适用案件总是重的案，杀人啦、放火啦、酒驾造成人死亡啊。我讲这是讲，讲以后是要重罪10年以上的罪，是讲因为投资的成本太重。是咱袂当逐件拢上，我是意思是讲，这是一个橱窗效应啊。吼，恁大家来参加，你反正重罪，我是安尼判，安尼审。以后阮其他案件，你较无关心、较无注意的案件，我嘛是安尼判、安尼审。你茫个想讲，阮法官还讲检察官、律师会偷食步，还讲安怎乌白来？我是感觉伊这是一个足好的啦。所以我头讲的，这制度人民入来，伊知影讲，
啊，这个人要判刑，要有罪，是啥物一个规定？然后这规定一步一步来，大家照游戏规则来。我感觉我传达出去的法治的理念，大家讲阮即马台湾民主无问题啊，啊，毋过大家尊重迄个程序正义，还讲尊重司法法律。对，迄个 SOP 吼，像阮最近嘛看到，像咱咧过迄个斑马线要来重罚，你看其他较文明的国家，你看日本，我惊讶是安尼啊，你也站在这斑马线，大家尊重你。车拢定起来。啊，这我感觉是对于法律、对于法治的尊重。我看国民法官他最重要的精神，他讲的，除了国民主义的展现，所以咱也有乐观的理由，啊嘛爱谨慎来面对啦。对。哦，啊，咱这个林律师吼，他拄有讲到讲，咱即摆现主是一国两制。是。恁实际上吼，恁来出庭嘛吼，恁会感觉讲这个转换之间敢有这样困难，还是讲要安怎来营运恁的同业之间？是。当然，这个国民法官法的施行吼，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律师的挑战会比这法官、比这检察官更加严重。较侪。安怎讲呢？我所了解是讲，当然咱所讲的拄则讲，国民法官一国两制，是因为咱面是所有的刑事案件拢用国民法官，所以咱即摆是限定讲这是重罪哦，比如我有故意的犯罪，有一个人哦怎死亡，啊是讲我即摆上轻。当然，今年也阁无这部分吼，但是临港上轻10年以上，咱嘛用国民法官，所以咱并毋是所有的案件拢用国民法官。但是咱即摆司法院的系统，也是讲法务部的系统，因的应用对这国民法官的制度，因是讲每一个法院，包括每一个迄个地检署，因拢敢若有专庭专门的检察官来应付国民法官。所以，比如讲，厝讲拄则老师这边所讲的一年300件。哦，啊，比如讲，这个法官，伊今年就是拢处理国民法官，拢处理国民法官，然后检察官嘛是拢专门这几庭就是专咧处理国民法官，但是相对的，对律师来讲，我这300件拢无可能拢我一个人报嘛，反正这300件分到300个人，吼，这300个人可能我虽然要真认真来做一个审理，但是我的经验，我个人努力咧。伊人无找咱辩护，我无可能家己走去去累积一个经验嘛。所以咱讲国民法官就是有一个制度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讲实际上公平的问题，就是讲，当这个检察官伊已经训练几年，啊，像临港这1年、2年、3年，因拢咧做国民法官，这个律师可能1年甚至这几年才接这一件，咱免那讲要求讲，你爱。表演了做好，这是第一个点。就算讲这律师准备了做充足，敢若讲审判是法官嘛。无咱找3位来训练啊。啊，找3位来训练，佫有差一个差别就是讲，这个审理的这3个职业法官，伊嘛是拢固定专庭，拢咧做这个迄个国民法官。所以我即马今年对这3个法官审理1年了后，我会发觉啥？伊即个好球还是歹球，伊的判断咧倒位。知影讲这开口是在哪里？我知影什么话伊听会入去，什么话我听袂入。啊，我一个律师头一摆入来这个法庭有可能。啊，出去会讲哦。出去我嘛唔知影讲这个即马因即马咧审理因爱的是什么款的状况，所以来讲，包括讲我所看媒体报告讲，敢若咱这个检察官因做真侪准备，包括因做这个演讲的一个训练，甚至表演的训练，甚至讲我较早咧树林模拟法庭。因例庭，包括这案件，敢有4个检察官伫咧，一个人咧讲话问证人，另外一个听我咧下骹做 PowerPoint。我一个律师，我即摆要问人，我马上做，我马上等咧，我表演。安尼我听有啊，林律师，你的意思就是即摆钱就歹赚啊？这当然这钱歹一回事来讲，对一个律师是真大的挑战，因为这密集的审理，比阮连续3工。今仔审理了，我明仔载要做啥？我是毋是爱今仔所讲的？要先准备好。我爱做一个准备。吼，啊，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律师啊，包括讲这个案件，一个律师对4个这个检察官，你要求讲伊一个人做4倍工课，啊，然后伊表现甲咱这个4个人共款好，我认为这是足强人所难啊。哦，这才是其中的美感的吼。是啊，所以当然在这个法律界有，当然咱为了这做真济的准备，只是讲我讲在一个制度上，伊准备更加好，
伊比我讲入这个法庭的次数，永远比袂上这个立庭的这个检察官。伊永远这拢这个法庭拢因咧做嘛。啊，我可能久久啊，人委任我一届，咱要入去内底要甲做一个对抗，这个武器敢一定是平等，这可能会带你大家心思啦。是，张老师你感觉？我感觉是跟林律师同款的想法，因为我这两天啊，顶礼拜看到一定最严重的这个现象啦，就是讲检察官表现哦，的确是比律师强很多，很熟练的感觉。对，哦，所以我感觉讲，但讲律师啊，无做这方面的训练哈。真正拼袂过检察官。哦，这真正大。那日本人因是当初是安怎过渡来？哦，讲律师的问题，其实日本嘛，按台湾差不多啦，因为这叫有法服的这个按有法服的这个基金会嘛，吼。伊其实这个案哦，一般日本这美国嘛是讲，总是这公益的律师来接这种案啦，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法服吼，可能那个加把劲吼，要多注意、多投入，不管是专业上，还是讲人力的调配上。第二，这个嘛去看，第二四个检察官吼，我看联手，按一个律师固定的坐伫遐，我感觉一人对戏啊，对，迄气势无共款啦。啊，不过我感觉可能较重要嘛是讲，按即马，他讲的制度刚上路吼，只要按呢审检辩三方，可能唔是遮熟悉，不遮熟练。无你要看像其他国家迄培训的国家，你有当发觉，迄其实律师伫迄法庭上哦，伊咧讲话，伊对迄案件的正义公平的这种的阐释吼，迄真正会人动容啦。我感觉这是足重要。这我感觉这法庭真正是按律师要啊好啊去自我训练。对，啊是讲伊要传达，伊要甲社会讲啥，为这案件要互社会了解啥物件，我感觉这是足好的一个舞台啦。哦，这是社会场啦。对。咱吼讲到这吼，观众朋友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还唔知影什么叫做国民法官制度啦吼。咱来看这个图表吼，你23岁以上的国民有身份证的吼。第二，这高中职以上毕业的，吼，即摆真罕的人无这高中职以上毕业的啦吼。啊，法院哦，管辖区吼，你要住满4个月以上，你这个住宿你来住4个月啦，上无你的户籍要4个月。啊，无适任的注意哦，无适任的，你会当，你会当，这应该是主动甲你体检的啦吼。你是涉案吼，你有涉及到这个刑事案件，还是体夺公权的啦，吼，有叫判刑的。另外，像在座3位拢袂使，对。在座3位拢袂使，法政军警的背景，未受国民教育，这可能是真罕的啦，未受国民教育啊，但是注意看哦，这组成，这嘛要请教着3位哦，咱3名职业的法官，6名国民法官，4名备位的这个国民法官，但是咱咧讲吼，这咧判刑还是讲有罪无罪的时阵，专业的法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伫的吼，先请咱这个理事长甲咱讲一下，这职业的法官在这投票的时阵有啥物决定性的作用？按即摆这个国民法官，你也要判有罪，也要判伊刑，按毋是一般的多数决呢，伊要2/3的重数决。毋是多数决的尔对，毋是49比51的尔对，爱多数爱3/2，有罪爱2/3，按一般的刑一半以上会使，毋过要判死刑，该2/3以上。按内底佫有一个门槛，就是讲你迄多数决，迄个1/3有罪1/3，还是死刑的1/3，还是迄一般无期啊，迄有期徒刑的1/2。内底要有一个职业法官伫内底，安尼较会使。所以，比如讲，我来讲，就3名甲6名、9名，有2/3，所以有6票，2/3。这6票内面，也许如果拢是国民法官投的，对，嘛要过，对。就袂使吼。所以
专业的这个法官也是有扮演一个一定的角色吼。但是刷来，咱来问讲，在这整个国民法官的这体制里面，专业的法官，伊应该要发挥什么作用呢？我的看法吼，伊主要作用是，那像头仔，那像阮一般的开会吼，伊主要是维持迄个会场的秩序，哎，讲这规定，大家按照，因为这国民法官的审理，一定因进前有准备过，有整理过因的证据，按一天要审理啥，你也看一天嘛小共啊，为第一天审去这个物证，按第二天证人，伊拢摆好啊。伊个照表操课，大家按照规定来。我看这是职业法官最主要的任务啦。你评议的过程当中，伊嘛是这是按国民法官最重要制度的特色，就是讲也当会当互相讨论，含日本小界当互相讨论。伊讨论是意思讲，你谈到我看迄，你感觉若有对你听无的，还讲你无清楚的，会当去讨论，大家讨论。佮甲讨论，讲你会当请教我，我会当甲你讲，会当安尼吗？伊的请教意思毋是讲甲伊安怎想安怎看，会甲伊讲谈到发生啥物代志，你法庭上因咧处理，伊啥物因咧处理的过程是啥物状况，会使安尼尔。即摆大家上讲，法官以这过程来讲，会甲。我是专业，我就一直甲你看，一直甲你看啊，敢会安尼？这个讲我头仔讲，这是既然相信人民来参加审判，伊的前提是讲，大家当独立思考，判断力，有去判断。我感觉讲，这过程要安怎去互国民会当，我定来讲的吼，你国民法官，你参加这制度，你要做三件代志就好。你法庭上你要卖拄久吼，爱听清楚，看清楚。然后呢，爱发表意见，爱和人讨论。你也当积极讨论吼，我感觉会降低利用导引的迄个反效果啦。你一直问，一直讲讨论。对，恁家己来讲，和法官会当讨论。你法庭你也看清楚，到底因咧讲啥？因这讲啥意思？伊咧讲的意思，敢是和因的主张有道理无？我看这是这嘛是对参加的人做好一个机会，一种学习咧，吼。对。因此，是，咱当然理想性的是讲，这个职业法官在法庭内底，当然伊是好啊指挥这个规个诉讼的一个定数。当然国民法官对法律无了解，咱会使请教这职业法官来做解说。但起码来讲，这是一个希望理想。咱即马上惊就是讲，如果讲今仔一个职业法官咧内底，因为咱即个评议，也是咧问题时阵，咱拢无法度观察嘛，无法度了解的时阵，上惊是讲，如果啊职业法官伊也要去带领，即个一般的职业法官要带领国民法官，伊家真单纯讲，即个案件阮较早拢安怎判，即个做阮以往拢是安尼。阮较早拢安怎认为讲，小可暗示，嘿，也是讲伊要解说的时阵，当然伊的解说的，过去迄个例，伊要解说的方式，你讲有法度影响无？当然有啥物影响是有法度的。所以，阮会就是讲，当然咱今仔国民法官去，包括老师做讲，咱希望伊是好好啊，坐咧听众是好好啊听，咱的目睭拍开，刚刚咧开，然后咱个重要是咱有一个独立的思考。既然咱较早咱认为这个法官判了无好势，咱要啊大位请入来做国民法官的时候，咱就要有咱独立的思考。咱有可能法律咱无清楚，咱做请教，但是咱对是非价值的判断，咱爱以咱在心目中的正义嘛。如果啊较早安那是正确的，安尼找我来要创啊？所以你也去讲，较早拢哪判，咱换一个角度。爱独立思考，爱去会晓反驳。有一个甚至讲咱去的时候，伊可能较早的教育拢是讲，我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我都毋捌法律，我问出来毋知用笑无，也是讲我都即个问题问到时问啊。见效啦哈。是，我认为讲，咱所问的每一个案件、每一个问题，拢有伊的价值嘛。咱嘛袂讲我即问的有水准，也是讲即问的咱认为无适宜。如果讲咱去限制，变做讲大家惊讲，我即问题要问，还是无爱问？问了会用笑无？结果即个疑问拢放我的心头底，结果我咧判的时阵。我不管是判有罪无罪，还是判啥物罪，还是要量刑性，我心中拢一个疑问。当初我有可能啥问题，我唔敢问，我无问出来。这个问题有可能因为我对这个案件判断，
嘛有可能啊。是反正你的问题别人会因为你这个问题有做无相关的思考嘛。哦，所以咱是因为今仔咱6位议员的时阵，有法度建议是讲你有一独立的审判，尽量咱希望职业法官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啊，这个评议过程中，尽量咱用一个希望开放的一个心态，咱用一个敢若一个辅助的一个心理，讲你唔捌啊，比如讲你今仔问讲，台死人要判偌久？啊，这个法律上，比如271条，这有条通台死人，你唔知嘛？我免讲啊，你讲我等一半日内我争取去我查。安尼来请教张律师，啊，恁两个再来指教。比如讲，我会请教就讲，法官，我认为讲，这一般人应该是袂去买迄个钱啊，吼，去买因为这个案件，这个负责人去台安吼，挑工去买迄个钱片啊，泡水啊，吼，抬死了，佮甲淋落去吼，要确定讲伊是有死啊袂死安尼吼，哇，真这浓毒，伊安尼门槛可以，还是讲？伊可能伊的人生的这个经验内面，伊袂去买这个镜片。应该是人生的经验，应该是有买剪片的经验啦。哦，因为因过伫市场过来做烧腊，啊，拢嘛爱用剪片来做清洁。要毋过就是讲，因是一个受暴妇女啊。受暴妇女的话，她的反应哦，甲你讲，刣就两个无相刣的人相刣的心情是无共的，心情无共。啊，真正是讲，我实在是我法度去解释说，为什么因会安尼做。啊，讲不认识无相刣，可能讲啊是伊真正是过度杀戮，或者说是杀人狂。啊，毋过真个是翁仔某诶，啊，为什么安尼刣哦，都无法度唔通用啊原那迄个一般的杀人案件来做比拟啦。哦，这是这案件较困难的地方。所以迄在场你有听到国民法官有在像头仔张老师你所讲的这种想法出现讲啊，咱就袂当讲当做是一般无熟悉的人咧刣人，伊是翁仔某吼啊咧刣人的这种特殊的这情形咧考虑。因为因讨论的时阵我唔知秘密，但是伊问第一时阵是有可能会透露出他的想法，不过不是很明显，无明显，所以讲我是无从判断，无从判断，因为他剥削也因为最近只有一件案件判决了然后现在那个台北的还在辩论那所以我今天用一个案件去看全播无公平啦，是安尼，是李市长你安怎看？我感觉阿公定讲要用正安怎判，正安怎判安就叫 AI 来判个啦。嘿，你有影吼。即我感觉一个案件我定咧想讲。应该人事时地物迄一点仔无共我就讲摆，迄一刀安尼抬落，伊刀是要抬对，为阿妈棍，为伊的胸腔，还是讲伊大腿，总然是一刀。我感觉来讲伊的次序，像跟伊的，我印象中伊有四项凶器嘛，有菜刀，有锯割刀，有一般的小刀，搁一个铁锹，到底伊刀是为对开始抬？我感觉对于伊的到底伊的犯意，还是讲伊的，迄种有影响，有影响啊。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讲，爱看各个案件的状况，还讲伊的出身，他同张律师讲，讲伊有咧做假的经验，所以有用剪片的这个经验。伊个伫这案件嘛是伊所使用，伊使用的艺术是创啥？我伊讲听个意思讲，伊要试看伊真正敢是死啊？是。毋过我感觉伊这过程当中嘛是。一直咧甲讲代志，讲你好去安怎看？我感觉伊这某种这个过程有他嘛个带点着因夫妻之情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这个是按透过国民这边来参审，你也当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你的人生经验来遮讲看，到底是安怎两个30-40年翁仔某到尾爱用这个方法，来告别。我感觉这是
很多想象了吼。哦，这就是国民法官上主要意义啦。透过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出身背景，每一个人的素养甲人生的经验，提供这个法庭来做参考。那会当大家人看到大家人自己啦。就这个案件林律师你也有参加真侪模拟看到这个国民法官这个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听。咱这个理事长讲起来，这个倒四项这个凶器，倒一个轻，倒一个慢，倒一个就是会影响到这个判刑。我实在是怀疑讲，这3工之内，国民法官会当来做一个真清醒、真明确的这个反应来做判断。实在讲，压力也真大呢。尤其若看到迄火水的相片啥的，这。对国民法官的这影响是啥物？是目前来讲，当然国民法官法内底有规定是讲，咱对国民法官的心理，咱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照顾啦吼。但是写是安尼写，免哪照顾？免哪照顾？唔知影，尤其咱即马所心理的，今年所心理的拢是有一个故意犯罪，有一个人死亡嘛，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已经死亡啊。所以包括所了解模拟法庭也好，包括即届也好，即个检察官的一个想法，包括因的。做法因为出招就是讲，我拢互你看即个死者的相片，只是讲在即个准备庭处中，可能差讲第一点要看，无要看，还是讲即届我所知影是敢若讲用乌白，还佫用一寡迄个马赛克伫咧，这嘛可能是妥协嚟讲，检察官要出律师讲袂使，结果法官讲无，一人摕一部，无我就用乌白，为虾米安尼做？是有时阵来讲，咱法即个国民法官先看到即幕。这对伊量刑的一个判断，有性的一个影响，讲这个人就是死到遮歹看，还是讲，甚至讲伊也做一个解剖是一个看法。一般的人啦无法度讲去接受即款的场面甲即款的相片，所以在伊的脑海中拢会去浮现讲这个被害人的一个遭受的一个效果嘛。这当然你也这量刑的时阵，你这个印象直咧，这当然会对一个判断。对国民法官影响是真大啦，所以包括咱拄则讲这个案件，这个被告对伊是挑工要杀死因翁婿这件代志，伊无否认，伊无讲我今仔伊较早你讲这款案件有心来讲，我咪是挑工要杀，我是比如讲我要教训，啊无什么死的，当然咱来看，伊对这个死者伊是挑工要死的，伊无否认。这是讲咱咧看伊的动机是啥，伊是当初受到什么款的影响，伊的刺激是啥？如果伊对台死无什么意见，咱看这相片的意义在倒位？人是我杀，我承认啊。你为什么我这个物件佫提出来？因为咱对无否认的物件，无需要讲佫提出来，影响着国民法官嘛。所以讲拄则讲，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这嘛是一种攻防。攻防还有一个敢若一个定锚效力来讲，我即马就用一个足严重的物件等咧遮，你若要减轻是为这个重的开始落来，所以真侪咧求刑，伊拢咧求刑啥？我认为这个案件要判死刑，当然我毋知这件有无啦吼。我都讲要判死刑啊，是毋是你要减为，敢若一个定锚效力，为遮到落来？这。我毋知是当初的迄个判断是毋是安尼？检察官嘛有严格呢。拄则咱你讲，伊去问我，你为什么要买这迄个片吼？当然，咱在这个刑法有规定讲，咱要判这个人的罪，虽然伊有杀死，这个人杀死一个人，甲迄个人杀死人，为啥这个判死刑，迄个判10年？伊情形无共嘛。所以咱有时阵咱该考量讲，伊犯罪的动机，犯罪受的刺激。所以这个时阵有可能，咱就用伊平常时伊用安那压台，还是讲伊的动机，伊已经计划偌久啊，来做判断讲这个人的恶性是偌大，有可能今仔国民法官要问的是想这点的理由。当然，实际上这个人要为啥物问这个理由，家己家己知嘛。咱的判断是讲，伊问这个理由有可能在。临港在这个57条要判活动的时阵，这可能做一个考量。对，我是已经今仔受刺激，今仔台是，也是讲我刺激足久啊，所以我计划并1个月1礼拜。这是毋是在量刑上，大家价值观无共嘛？所以咱对来讲，国民法官认为讲做价值的是讲，以往法官咧论罪的时阵，
判断这个犯什么罪了后，伊要量这个刑，伊大个做法官的人，伊一般的成长背景拢同款嘛。但咱知影法律就是讲，我要咱世间上发生的社会世事，用法律来做规范。但真侪人伊咱尊重咱对法官的要求，就讲甚至你袂使处理甲人外口交陪，惊你叫人买收嘛。所以法官伊的生活的范围有时是足固定的。所以伊也毋知讲别人的价值是安那的时阵，有可能咧判断这是代表当初传统法官这方面的价值。所以咱即届毋希望讲，为什么国民法官是毋是讲有你来报名，是随机落去抽的？咱认为讲随机抽的时阵，有人讲，我那即摆那种查某遮少。因为多抽着嘛。我袂当即摆抽。袂使挑故意讲爱查某较济。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因为咱先初步，且人进来先开来用电脑抽顺位嘛，比如我一届抽100个，第一个甲100个。是电脑进的啦，进入100个，咱比如一届5个来，还是10个来了后，律师也好，检察官也好，甲问个问题，因会使无负理由讲，这个人我无介意，我会使卖爱伊。吼，但是咱袂使讲我要得罪什么人，无去用去淘汰了后的老的，就多甲做避讳啊。对，甲剩一个讲一个女性的国民法官，这嘛是电脑请的。所以这嘛是无法度的。嘛是无法度，因为咱目前无讲特别讲有一个比例嘛。上后尾吼，这5分钟我要请3位吼来讲吼，尤其咱他讲着讲法官啦、检察官啦、国民法官啦，一般国民。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我有看过咱真济法庭的这个记录也好，啊甚至有这个真人秀吼，这美国也有这个实境秀。咱媒体的角色应该在这国民法官这案件审理的当中，咱要扮演什么角色？是咱过去敢若迄个涂油啊广告的这个节目甲讲对，咱就是爱讲较真济细节，来互大家来判断安怎，还是爱来讲什么物件，报道什么方向，会当对着咱整个这个体系、整个社会有所帮助。来，刘老师，我刚刚讲，媒体啊，这个代志啊，其实是做好自己就好了。人家拜公好媒体赋予太多的意义，让媒体自己去发展。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社会上面就说爱怎么样的媒体，媒体会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事实上不是用媒体去引导民众，而是民众在引导媒体。那是咱对着这个国民法官。尤其咱整个国家要往前行，咱国民法官，譬如讲咱要对这个制度的赞成，来写这个新闻也好，还是报道这个新闻，甚至像咱安尼讨论的时阵，咱应该要持什么态度呢？林老师，理事长。我会感觉吼，这媒体伊有媒体伊的竞争啊，还讲伊有伊人民知的权利的报道，互大家知，或者伊的责任吼。毋过咱像讲即马。有啥物饮酒不上路啊，还讲青少年犯罪马赛克，我感觉有他的应该有公益的考量啦。我感觉这上重要问题，讲侦查不公开，还讲公平审判的问题吼。我感觉离这国民法官还个更凸显，而且更重要。所以我感觉这是不是会当讲他讲我张律师讲无唔对，媒体它有竞争，毋过大家按照教步来。咱这国民法官伊主要的目的是讲，大家了解，大家教步来，啥会该报道，啥袂当报道，这法律种规定，大家照规矩来个对。这规矩是咱想要创啥？他讲的，我感觉真正讲国民法官是要展现咱国民主权，在司法国民主权的展现的话，我感觉这大家爱好吼。就咱像讲，你也到时阵。这件的投票率，这件到法院报道率有5成外。毋过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互大家，你甚至你甲肉搜国民法官，造成大家对这个制度无信心，讲大家无想要来。最近这个国民法官名字都写出来呢。没，是爱保密的，应该保密嘛，有法律规定的。是讲我感觉一定是安尼无毋对，讲大家爱。尊重这优秀规，这法律规定，我知这法律有规定，是讲你有人个什么自媒体一堆啊，还讲大家想办法要影响一下，我感觉这真正对按这制度是一个伤害啦。是，林律师。是，我建议讲，当然媒体咱尽量讲，也要报道这个国民法官，咱是毋是
为这个制度上的这个考量来做一个报道我是无建议对个案啦，因为个案来讲第一点是讲，咱拢无看到实际上的悬咱嘛无法度参悟讲因头前，比如讲因到底咧审理的过程、准备的程序、啥评议的过程，咱甲讲用一个主观去讲这个案件判了对毋对？这敢若讲一个总铺师开炒出一项菜，咱去嫌讲迄好食歹食。对啊，有的媒体就开始讲，你看，迄酒。食酒赛车伊这法官法院成功来甩锅啦。是。讲这本队你法官的判，拢叫交互国民法官去。所以你一个物件出来了后，无法度讲大拢满意，无大拢满意就变不满嘛。我就对这个事无信任，讲这就是乱判，恐龙法官嘛。所以阮模拟了大家做过国民法官，大家拢认为讲，这